談判底下咧，先至可以即係傾埋欄嚇。咁但係而家嚟講，事件再度惡化啦，咁啊令到咧資金上邊咧個避險意識啊更加強啊。咁啊睇翻呢幾隻主要貨幣咧，歐羅嚟講，咁啊再翻去1.3160幾呢啲水平啦。究竟點樣睇咧？即刻請教專家意見啊！咁啊就嚟自福匯亞洲分析研究部嘅貨幣策略員梁啟俊 Jacob 你好。係你好，你好。Jacob 睇翻咧，如果呢個環境底下咧，就歐洲似乎都冇乜好日子過喎。咁啊究竟而家歐元嘅走勢點睇啊？嗱，其實歐元啦，而家咧喺最新嘅即係價位方面咧，已經有再做想試翻啲低位。始終就係話現階段嚟講，其實前嗰幾日已經開始見到跡象，就係話喺不論係希臘啦，其實連葡萄牙方面嘅 CDS 咧已經開始上升嘅。其實亦都可以話係一早已經有啲暗湧方面咧係有個骨牌效應係存在緊。因為始終就係話而家牽涉到就係話，假設真係有其中一個歐元區裏面嘅會員會破產嘅話咧，其實衍生到就係話對於歐元嗰個信心會有問題。嗱，一旦歐元會下跌嘅時候咧，其實簡單啲講，我去一個投資者買入歐元嘅區嘅任何嘅債券咧，都有個匯兌上嘅風險嚟嘅。咁變咗其實咧，如果再進一步骨牌效應推落去嘅話咧，恐怕係連成個歐元區咧都會有融資上嘅困難，令到咧就進一步啲財政嘅危機咧會進一步發生。所以預料翻呢，其實盡早啦，去到呢個關口嚟講咧，相信德國又好，或者連同歐盟啦、IMF 等等咧，都要繼續盡快去解決呢件事件。因為始終如果喺根據而家已經係下調到係垃圾評級啦，其實你會將會有個骨牌效應，就係話對歐元區一旦冇信心，即係話如果我持有歐元區任何一個國家嘅債券都有一個風險嘅時候呢，其實恐怕連德國都會有牽涉到一個問題喺度嘅。所以相信呢，盡可能就係話現階段啦，揸住歐羅嘅話呢，希望盡快係能夠有個方案可以解決到未來1至2年間嘅問題嚇。當然而家短期內呢，之前講過1年係冇問題嘅，但係就話2年3年之後係點樣呢？咁但係始終而家提出即係有個賭注係喺邊度呢？究竟其實而家會唔會即係喺一個迫於無奈即係一定要出手啦？因為其實如果講到最尾嘅話，無論個評級係幾多咩評級都好啦，佢最終得2個可能性，就係破產或者唔破產。基本上其實就算你再下調評級都好啦，其實都唔會改變到話佢哋本身個真係能夠即係破產嘅風險嘅。現階段如果歐羅去到呢個位置嘅話呢，就開始諗啦，會唔會開始利淡會進出，而令到跟住開始期望翻佢哋迫於無奈要救助嘅時候呢，從而有個反彈嘅。初步嚟講呢，現時已經係失守咗啲重要關口嘅，可能真係會試一試1.3060呢個位置，先至有比較強烈嘅支持。咁啊，如果睇翻呢，即係喺債市嗰方面呢，亦都見到呢，即係呢個債息抽升啦。咁啊，呢個環境呢，其實短期之內會唔會得到改善呢？其實應該就唔會啦，因為呢，起碼你見翻德國現時呢，就即係盡可能啦，其實佢哋都會幫助嘅，但係就繼續喺度即係商談條件。咁呢個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會拖延咗嗰個救助嘅時間。當然佢哋預計第一筆資金將會到達嘅，但係始終未來將會係葡萄牙啦，真係有機會會出現問題嘅時候，佢哋又會出現另一個難題，究竟幫定唔幫呢？咁呢個係真係即係短期內呢係難以解決嘅問題嚟嘅。而且佢而家開始拖到就係話以今次嘅過往啦嘅希臘嘅事件嚟講呢，就淨係可能會即係比較影響大嘅就係歐元區。咁但係今次呢，因為有可以話有新聞啦，唔係舊聞啦，就係葡萄牙進一步真係被下調評級嘅時候呢，咁就你見到連整個環球嗰個投資氣氛都開始受到打壓啦。咁見到日元都開始喺借住消息而亦都升翻，咁衍生到就係話而家嘅危機感呢就越嚟越強嘅。係，如果係咁嘅話呢，即係英鎊係咪都會即係照個理論都係受到波及㗎啦？絕對啦，因為其實下個禮拜呢都將會大選㗎啦。其實見翻就英國喺呢段時間嚟講呢，相信都係利淡㗎啦。你見到佢其實有1.55接近1.5關口，其實都跌翻20300個點㗎啦，接近。咁相信喺呢段時間嚟講呢，都係都係傾向逢高沽出啦。始終英鎊而家嚟講個調查都係可以話三分一三個黨都各有支持。呢一點呢，其實不明朗因素持續之下呢，係一定要等到大選過後呢，先至可以明朗到。咁啊，如果睇翻咧，即係策略嗰方面咧，就唔應該貿然去買入歐羅同埋英鎊啦。咁啊，但係如果調翻轉咧，個勢短期內都係波幅㗎啦。咁啊，有啲投資者比較進取啲嘅，咁可能話即係做定個沽盤，咁啊點睇咧？嗱，其實如果你話進取嘅話，暫時咧見到個黃金嗰個方面啦，或者係日元方面啦，其實有個機會喺度嘅。當然你話歐洲貨幣嚟講咧，當然現階段就唔會傾向話即係追沽或者即係或者淨係叫做去偷步去買入，因為現階段只係就係好受消息影響咧，其實可以話係一半一半機會嘅。一旦有利好消息就好自然會上啦，一旦仍然係利淡嘅就自然會落啦。其實呢個就會比較真係無盡少少嘅睇法，但係反而見翻就係黃金啦，受惠於呢個咁嘅消息嚟講咧，
有別於過往啊！過往嚟講，見到避險情緒一衝高嘅時候咧，其實黃金都譬如話你見到原油落啦，佢黃金都會落㗎。今次就反而係黃金跌翻轉頭上升添咁所以其實現價嚟講，佢都有開始傾向要突破啲前高位置有機會直衝就係1200關口嘅。所以黃金借住呢個消息嚟講咧，有機會會繼續上市。咁另外一個可以即係值得吸納嘅就係日元啦，因為日元其實咧前一兩日都提過咁其實咧嗰邊嘅日本嘅大型嘅企業咧，其實都開始有睇淡日元嘅一個諗法預測翻就係話將佢哋嘅資金會即係喺海外度投資啦，咁甚至會睇到105水平嘅呢個美金對日元咁亦都提過之前提過日本郵政銀行又好啦或者本身當地自己本身日本投資亦都好咧，都傾向海外呢個即係嗰個資金流出嘅咁所以同埋最緊要咧就係未平倉合約等等嘅指標咧，顯示到就係話上個禮拜咧其實日元跌得比較深，但係見到未平倉合約咧反而大幅增加呢一兩日見翻咧佢都叫做有一個比較急嘅上升啦，因為借住避險情緒。但係琴日見翻未平倉合約反而又係大幅減少嘅咁見翻其實呢個咧係一啲兩邊去計翻咧，其實係睇淡日元嘅投資者咧係開始越嚟越多，而且反而係之前可能做咗好倉嘅話咧，可能都傾向埋單計數，咁變咗呢一點咧長線嚟講咧都係不利日元嘅走勢。咁張球或者睇翻咧頭先你講咗直盤啦，如果手上仲揸住咧磅 yen 或者係 euro yen 嘅交叉盤嘅朋友應該點做啊？其實呢個咧就可能係即係一個鬥弱嘅一個情況啦其實大家有機會長線嚟講咧，可能會傾向比較弱少少。咁但係咧講翻啦，如果呢個倉係諗住係持有長少少嘅話，不妨等到下半年，因為講緊下半年歐洲情況有機會會明朗翻嘅話咧，而下半年真係啦大部分即係日本嘅資金將會海外流放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呢兩個盤咧就係一個比較即係明顯嘅上升動力喺度。暫時嚟講，而家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嘅話咧，相信咧喺歐羅英又好或者磅英都好咧，都係傾向可能上個比較大嘅區間上落市。咁而家再睇翻頭先你提到金價嘅走勢咧，黃金價格咧就無疑而家受到市場避險情緒因素咧就升咗啲，咁但係升幅又唔算好犀利嘅喎。我哋應該點樣睇金價嘅走勢啊？其實就相對地啦如果你話即係升市當本升幅就唔算太過厲害，咁其實見過都係大概1160大概5蚊6蚊呢啲位置啦。咁但係你睇翻咧，其實你相比翻其他嘅資產價格，其實你見到琴日 CRB 指數係跌得好犀利嘅。黃金咧其實如果就我哋都當係一種商品嘅話咧，其實係升得非常之厲害嘅。包括譬如你有好多時都會相對話有啦。咁所以現實嚟講咧，大型嘅頭肩底出咗嚟啦。過往我哋曾經提過一次咧，就係話都做過個頭肩底形態，但係反覆咧就做唔到。點知今時今日咧就做咗一個更大嘅頭肩底嘅形態出嚟嘅，喺譬如一啲8小時圖其實日線圖都會睇到嘅。咁呢個頭肩底如果萬一真係穿咗頸線，大概1170啦，其實佢直指個幅度咧係超過100蚊美金嘅，分分鐘會上到1300蚊美金添。咁如果你話就住一個形態嚟講咧，都幾利好黃金嘅發展嘅。張球再睇翻咧，避險風嘅意識強咗咧，加指咧即係一個比較特別啦。因為早輪咧見到加指嘅弱勢咧，突然間咧由呢個一算跌翻落嚟咧，就係樓下再升翻上去一算喎，都幾波幅講埋加指嘅走勢啦。其實話加指嚟講咧，琴日出咗消息嘅就係加央行咧，突然間好似又想轉態啦。過往之前咧就即係見到啦，加央行唔係咁驚升值啦。點解琴日又出嚟就另外一番言論就係話，都係擔心強勢加元咧會喺一個加拿大嘅經濟發展咧有個威脅喺度。咁即時你見到加拿大嘅反應嗰個加指反應都唔係太過好。咁配合埋咧油價又都可以話一個幾大嘅跌幅啦。跟住就即刻令到即係加元咧都係失咗個重心喺度。咁同埋連同埋其他商品貨幣其實都唔係做得太過好啊，因為琴日嘅避險情緒比較高漲。咁預料翻啦，如果你話加元能夠去到翻1.03呢個關口嘅話咧，可以持有翻嘅。咁但係就都係提翻啦，始終6月份加息嗰個預期咧都大部分嚟講都預期咗嘅，所以